从今以后，我係220下晝2點嘅，歡迎有請聽聽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嘅情形動態。小土籌備行政院出來公布講，針對亞嘅紓困嘅對象，韓國範圍愛留佢抗體。故此呢，根本要當到嘅公部門，韓國呢將提供數亞條天氣，就出現呢當到民眾愛去問、愛去申請嘅亞條內容。亞擺呢紓困嘅範圍留佢抗體，就推出嚟兩個族群。第一呢就係要工作，唔過呢冇去家暴嘅人。家暴嘅內容比較講，倡議去家暴、捐公交、勞保、農保亞條，就冇啲亞嘅範圍地度。故所亞擺倡亞嘅寄廣告牌嘅，家庭廣告牌嘅，韓國買花嘅人，還有流動嘅攤呢，給人接 case 嘅人，就做得合乎亞擺嘅資格。另外還有農漁民亞條，就做得同亞擺嘅紓困對象抗體嘅範圍當中。故所行政院嘅公布講，亞擺差唔多享受為到位，差唔多全台灣有148萬的人享受為到。故所呢，根本也實在當人夾愛去問來看啊。民眾打電話落來，各區公所咪佔呢咩愛來問呢民眾。行政院籌備宣布幹嘛？愛針對弱勢無投保嘅人，韓國農漁民和排富情形下，抗體發1萬元嘅艱難紓困金，包含騎廣告牌嘅，韓國買花嘅人都享受為多。公所提供人開放申請。我太太是她兼職的，公司不開公司那個工作證明，你變成後你紓困1萬塊，我們領不到啊。看得到領不到有什麼用？他們說生意不好，那就減少我們的時數嘛。我是做清潔的，那我們自己在接 case， 我們哪有可能有工作證明？你去找誰要徵工作證明啊？說賣玉蘭花可以申請，蘇貞昌講的那麼簡單，但是我們還在說要沒有工作要怎麼樣的證明，要怎麼樣去拿沒有工作證？沒有工作就是沒有收入嘛。民眾都怪嘢，有好申請，唔過他申請唔到，前台困難同冇辦法有工作證明。其公所講，申請資格會並用印聽，請民眾愛帶身份證、印呢夫妻停本亞條，還愛多件譜，韓國不點到新嘅30以前嘅內入資料，方便審核，韓國愛下相關嘅申請表。昨天接的電話大概有500通的電話。那來到現場要了解這個申請，這個大概有250多個人過來，所以一下子那個人潮非常的多。要你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你要來填申請表，那假如說無法證明你原有工作，麻煩就寫一個切結書，之後我們會盡快收件來審查。其公所講會加價審核同錢辦下來，唔過咪提倡用家戶做單位，最多申請100。前兩說明係乜嘅原因，同疫情期間數額減少，提供相關的資料，審核會合格。另外有兩其他相關的社會補助、家業、捐公交、勞保、農保亞條都唔合乎資格，要注意。記者詹淑媛、莊志嘉、桃園台北綜合報道。俾到1萬元呢，當到民眾希望講自家合乎嘅到資格，故做籌備公布過後。見不易就看到，家下呢將地方項嘅區公所佔到嘅當人，大家當關心，希望愛去問。唔過家下咪看到嘅，有民眾就反映講，因為工作資格冇辦法拿出來，冇辦法證明，故所冇辦法合乎資格，就冇辦法領到1萬元。另外，唔但搶工作嘅資格唔合乎，還有搶農民嘅部分呢，就有一個搶農朋友佢就表示講，因為呢地方項也博嘅受到疫情嘅影響，實在一個花費韓國農產購置也條都受到太大嘅影響，比如講買唔出去，韓國貨生產出來實送冇耐去，有滯銷嘅問題。故所亞擺為到1萬元，大家咪當上愛去申請。唔過搶農，因為看到亞比係嘉義縣搶農聯誼會嘅會長陳玉琪，佢就表示講，雖然講行政院提出嚟紓困嘅方案，佢知道當好當樂觀，唔過申請嘅時節，忙去申請就啲，更怕會遇到乜嘅問題，一一來看。因為呢，搶農民朋友搶農，佢就會加入地方項，比如講呢，一個陳玉琪，佢就會加入嘉義縣嘅職業工會。故所呢，佢實際有啲耕田，又實際啲做農事。唔過呢，有因為有一個加入嘅職業工會，故所佢係報勞保。唔過曬有唔合乎100嘅申請資格，有勞保唔合乎100資格。韓國實際有啲工種，曬有冇辦法去拿到其他嘅紓困內容。故所對佢來講，實在100嘅紓困，佢2片都拿唔到。
故所内也早晨的时节，南洋嘅部分，土地法院国民党团出来开记者会，骂行政院讲也嘅纾困内容对大家来讲，根本就冇办法去申请。行政长苏英从除夕公布康泰纾困方案补助，针对无头前日公费调拨嘅刺激工作者，收入比前日生活费低2倍，大幅加发1万块。不过，真多民众去区公所排列申请，区公所人员则完全唔清楚，连纾困公文还忙正式发去区公所，有真多人去苏金聪嘅 Facebook 去批评。而家买书店同人业者是关键，去区公所申请纾困，但请休息证明是都来恢复走新欢业。我2天跑10几趟。你补货在哪边补？我说我都在 7-Eleven， 在公家补的 7-Eleven， 我拿超过300张的统汇报给他。一到办公室，看到一叠厚厚的这些申请文件，说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甚至讲真心觉得，通通给钱，不要分了。国民党团立委批评行政院纾困方案真乱，形成强势同复杂，填到本无条拨，经营使用艰难救出的私人业者，看得到信唔到。今年做完贸易开始是康泰来发现金，供地形成标准。电子公文再快也要跑1天啊，那个部分我觉得行政院确实需要检讨改。记者会听下来看。好，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哈，那累计有334人解除隔离。那到现在为止哈，我们大概438例的确诊，分别为347境外移入，55例的本土个案，36例的敦睦舰确诊个案中6人死亡，334人解除隔离。那今天早上我们在验过的应该都离开了嘛哈。都阴性嘛哈，除了昨天那一位在前天有怀疑，那再度确诊之外，其他都阴性，那也都解隔离哈。那也希望就是说回去要把自主健康管理好。好，那这个案大概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查哈，应该在敦睦舰队相对舰队的本身应该是安全，不过仍然需要这7天的密切的观察期。那至于其他的相关的案子，因为检测也都是阴性。所以相对在社区应该是安全的。那昨天晚上印度搭机回来129人今天早上抵台，那9名有症状在机场采检，那与其他人一起送往集中检疫所去隔离。那4月20日的第3班定点访台班机231名湖北返台的民众，那到目前为止有1人就医治疗中，1人陪同就医。那其余都已监测期满解隔离，那今日返家也是一样，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那第4班的定点访台的班机有229人，持续现在在集中检疫所，那目前也没有特别的情况，那预计明天会解隔离。好，那。今天是那个5月5号是世界手部卫生日那等一下我们几位会示范一下怎么洗手了那在洗手之前呢我们先一个，这也不能算是托钵了就是行政院跟美国在台协会那合作要来办台美防疫松。大家以前听过这黑客松，它就是台美防疫松。那主要的6大主题，就是管理防疫相关的资源，那迈向疫后过渡的措施，那保护社会弱势族群，预测工具、资源决策，资源前线防疫人员，那善用资料风险沟通，所以欢迎全球。当然最欢迎我们台湾那全球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全球的科技高手跟医疗领域的专家一起来挑战。那报名的时间是5月5日，就今天那1个礼拜到5月12号到5月12号。好，那另外还有件事，洗手现在比较轻松了先把几件事情的时候该讲的讲一下。我们那个呢，其他的那个洗手以前呢，我们那个社工，好，
这个算是有时候看新闻，大家有时候会写，好像这个算是一个涉及新闻了哈，跟本部有关，不会跟我们这一次哈在纾困这有关。好，那你都没有，他们在干嘛？你主要第一页呢？不是啊，我说本来一个基本的应该要先洗手才对。按及5月4号扩大急难纾困的对象，好，那有这2个的方案。那昨天行政院也宣布过了哈，那很多人都非常的急，好，事关也大家的一个权益，好，所以就很多人来问，好，那基本上这个案子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容易讲清楚，哈，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人关心这问题来询问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那实施的日期就明天，哈，明天可以正式来申请了哈。那这里面重要的几个的条件哈，第一个最重要当然是我们是纾困嘛，好，所以大家知道是说原来有工作，那因为疫情有影响，好，那然后受到生活上有一些困难，那政府要来帮忙这一些人。那这些人当然指的，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保险人在，所以第一个来申请的人就不能有这个相关的我们军公教，那劳保、农保相关的这人，因为他们这些人员都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在做，所以申请的人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整个的看是以家户为单位。那家户指的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报税户，也不是我们户口名簿的户籍户，我们指的是共同生活户。换句话说，你家庭有几个人一起生活，或一个人自己在生活，那基本上就会适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这里面，大家知道这里面我们有前面一个低于 1.5。那这个方案是扩大的是 1.5 到 2.0， 所以这样的就可以来生活每月的一个他的钱不到我们的一个最低的生活费家户的每人的生活费不到我们这每人的生活费低于1.5倍到2倍的，就适用这样的一个方案在。这看起来很复杂因为里面我们希望能够让它能够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大概做了一个，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公式了，因为它很复杂，每一项要来讲其实很不容易把它讲得很清楚。我们做了一个下面一个公式，那可以用这个公式大家来算，然后套进去，你就会得到一个金额。那得到金额就会算符合或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举例来说明第一个我们说来申请的那个人这个钱到底怎么样算？说这个家户的钱是 1.5 倍到2倍。所谓的每一个县市政府或者我们6都都有不同的一个最低生活费嘛。那大概就有一定的数目，那根据每一个县市的不同，就有这 1.5 倍到2倍。而这个呢，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是怎么算？大家看到呢，我们在 A 里面就是算我们的一个收入。那收入指的是1月到4月，我们取一个平均值。你可能有时候因为这些算是工作相对的不稳定，所以可能收入有高高低低，所以我们就算是1到4月的一个平均值。那是家户所有的人，你现在会报一个家户的人，这些人比如有3个人或4个人，是这4个人的收入
总数加起来那除以每一个月，除以每一个人，你就会得到每人每月的平均的收入。那这是一个值。那另外我们也考虑到，本来我们都说在50万以上的有存款，有50万以上的因为要排付，所以我们不算在里面。那我们怕到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虽然他有50万以上的存款，但家里实在是现在的income，因为本来有工作，现在变没有了，一下就弄得很低。所以我们把这个不是只有把50万存款以上的人完全就排除掉，我们是把它计入他的收入。那每一个人有15万都不算，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有15万，那如果是是3个人的话就45万。那看我的存款扣掉这样的一个数目之后，还有剩下多少钱？那剩下这多少钱就并入我刚才讲过，就是你的这样的一个月的收入，但是算一个人，这实在不太容易讲清楚所以大家看看这里面就是 A 就是109年1月到4月的总收入，是指的家庭里面这些成员的总收入，那除以4个月就34000元，就等于这家户月平均的收入。然后 B 呢是109年4月30日户内所有人存款的余额，加总如果是50万元，就家户的总存款。然后第3个 C 是家户每人存款免纳入计算的额度是15万元，所以换句话就有5万元要计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收入里面来。那因为这是总收入这两个 A、B、C，A 加 B 减 C，就等于是你家户总收入。那除以家户多少人其实这例子我们举3个人，那就除以3，让它等于一个数目那然后就会看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像这样这个案例就28000元，它就符合是台北市审核的标准金额是25508元到34010元，所以它就符合。那如果在非6都因为它的标准比较低，所以它就变会不符合，这很困难。那另外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家户的存款扣掉，我们这样扣除，我们要举的是50万嘛，那每3个人一个人15万，所以乘以3，所以45万，我们有余额是5万块。那这个会有除以他的家户的人数，然后算入并入你的月总收入里面。但如果你的余额、你的存款很少，你只有10万块，那我可以扣45万，那35万那就归零了。你的存款特别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负值来做计算，我们只计算正值，不计算负值在存款这部分。好。大家可能要消化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洗手来，这资料呢准备个。好，今天是5月5号，那2个5也代表我们的双手还有洗手的5个时机，是世界手部卫生日的由来。那接下来我们请5位长官呢，在讲台前，我们要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正确洗手。那因应这个疫情，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呢，勤洗手是防疫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步骤，也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今年的手部卫生日主题是守住疫情，守护台湾。今天我们防疫5月天就要为大家来示范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双手洗干净。那现在看到长官们呢，就戴上这个白色的手套，然后都准备好了吗？有点。我们待会要来看看，透过这个7个步骤，是不是能够把手上彻底的洗到那长官如果都准备好，那我们就拿起那个颜料。倒在手上，我们把这个颜料当成是肥皂，那要来搭配我们正确的洗手7步骤，内外夹攻大力丸来洗净双手。好，那我们就开始第1个步骤，内
那2个手掌心呢互相搓揉5次。第二个步骤外，1手的手心搓手背5次，然后再2手交替一样搓5次。那第3个步骤是夹，2只手手指交叉搓揉指缝5次。第4个步骤是弓，2只手弓起来，手指互握旋转，搓揉指背与指节5次。第5个步骤呢是大拇指，所以1手握住大拇指，旋转搓揉大拇指跟虎口5次，然后再交替一样搓5次。第6个步骤是立，1手的手指头立在手心上，旋转搓揉5次，然后再2手交替一样是5次。那最后一个步骤呢是碗。那在一般民众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洗完了，但是对于医护人员来讲的话，因为要接触跟照护病人，所以要再带到手腕来清洁手腕，最后再用清水冲干净，擦干双手，就完成这个洗手的步骤。那我们请长官把手举起来，正面是不是都已经沾染到绿色的这个颜料呢？好像洗得蛮彻底的。反面，好，那都洗得很正确哦，所以这整个过程需要搓洗40到60秒才算是有效的洗手。那也提醒大家，湿洗手是比干洗手还要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湿洗手的话呢，也可以用酒精干洗手20秒到30秒。好，那我们谢谢5位长官正确的洗手7步骤的示范。那防疫新生活运动哦，保持社交的距离，正确的佩戴口罩，还有勤洗手、正确洗手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守住疫情，守护台湾。那也谢谢台上长官的一个示范。这时候是不是要拍拍手？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主持人的说明哈。不过这里面哈，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说，并不是教大家要洗手都要戴手套哈。平常是没有戴手套在洗哈。那肥皂也不见得要用绿色的了哈，每一种颜色都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哈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部长好，杨广这边提问哦，就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请教说，我们台湾目前有没有收到 WHA 的一个邀请函？那据说今年是线上会议哦。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于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的这样子的议程，是不是有利于在国际上来讨论？因为是线上会议，是不是会压缩那个讨论的时间？哦，这是第一题。那第二题想请教的是副指挥官。前几天说我们的职棒渴望就是人数可以放宽到250人嘛，那今天中职是希望说可以，因为有些球场它比较大，可以放宽到1000人，那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要件，只要符合什么样的要件就可以开放到1000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谢谢。第一个 WHA 的邀请我们到现在没有收到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在目前是线上会议，应该是确定了。好，那总时间会缩短来。好，所以以前在 WHA 上面在大会时候发言大概是5分钟。好，那这次大概基本上是要求是2分钟。好，那2分钟还有事先就不是所有的团体都可以来发言。好，所以他还是在这里面，因为时间变短，所以是有邀请的国家或地区或团体都不见得一定可以发言。好，目前知道的情况是这样子。好，那有关于职棒的部分，我知道他们今天是召开职棒4个球团的领队会议哈。那我们在上周讨论的时候，原先在指挥中心里面也有建议他们评估，因为球场的这个以现在4个主场来讲，最小的球场的座位数是11000人。那我们先初期建议他们先以1000个人这样的一个数量来做评估，那他们也要看他们今天会议的结论最重要的是有几个，第一个是购票的这个资讯，那第二个是这个进出的动线，第3个是在球场内的这个维持的距离，那第4个是这个包括在球场里面是不是可以维护个人卫生的部分，
那包括像卖店卖场，那因为看球毕竟都会吃会有一些饮食的部分，那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做好个人卫生等等的这些因素？那我们希望球团大家一步一步来，然后让这个个人卫生的这一块可以把它做好。部长好 ，ETtoday 询问，想要接续刚刚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昨天他们有开记者会，然后有记者问到台湾加入 WHO 的事情。那当时他们法律顾问所罗门回应的时候说，49年前他们就决定了中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也会维持这样的决定。然后他们也补充说，是否能够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不是 WHO 说了算，要世卫的所有成员一起决定，世卫秘书处无权置喙。想要请教部长对于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什么看法？谢谢。好，这个是一个官僚式的回答了哈。第一个当然他以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顾问这样位置，他当然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事情嘛。好，那不过WHO 他们就有责任去处理这个问题。好，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官僚式的回答。那49年前的决定过了49年，不要说49年了7年就可以改的了，2年也可以改根据世界形势的不同，跟世界卫生健康人权的需求，那有错或者有没有达到的未完全的，当然要改嘛。那这个回答49年前就决定的这个回答，好像说其来有自，那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答案。长官午安，我东森想请教一下，就是今天传出说新庄有一名居家隔离的民众，好像说猝死，想问一下说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到一些进度？然后另外是有民众跟我们反映说，他家中有女儿从美国回来之后确诊，可是他出院之后被贴上标签说是那个带病毒回来的人，那家人是很担心说，因为外界会担心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阴转阳的状态？那我们是这位民众他是想请教说，那对于像这种已经康复出院的人，你们会不会有所谓的定期追踪？那另外像台湾目前除了之前上个月的时候，张副校长有提到说有所谓出院之后阴转阳的一名个案之外，目前还有新增类似的个案吗？那有多少数据？然后最后想请教说，像现在新北市他们今天就是有提出说那个长照的探视规范，看起来都比中央严格很多，包括他们一次只能一组人，这一组人是只有2个人，而且是限制儿童去探视。这个部分我们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新北市这样的规定？谢谢。在那个居家检疫那不是隔离的个案，是一个检疫大概是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个案。那其实在林里长这边有积极的联络，也有相关的联络的情况其实都蛮正常的。可是在家里，因为他最后一次要送这隔离包去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身亡，所以现在由在检察官这边来接手处理这案子。那看看处理里面到底什么情况。那有状况会跟大家来做报告。那第二个，疾病本来就是很多病的。我讲就是说没有人想要生病。那相关的可能会复阳，可能会怎么样，或大家有很多的怀疑。那其实这些人只要他有相关的症状，及时跟卫生单位来通报。那平常自主健康管理把它做好。其实不应该把它标签化。那至于有专业的问题，是请那个张副校长。好，有关于这个我们的3采阴以后才让病人离开医院回到家里去的这个政策，那我们长久执行以来，其实一直做的都是非常好。那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说他到后期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病毒量都是非常低的，或是像介于阴跟阳之间。那只是我们一直采取比较高的一个标准，所以确定都完全阴了以后，才让病人回到家里去。那这些个案回到家里去，基本上它都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他在更早
更前面的阶段就已经都培养不出病毒来虽然不是每一个病人我们每一个阶段他都一定培养，不过从我们过去在那么多的个案当中，那有做过培养的到后期都是培养不出病毒来的所以昨天下午我们专家小组也再开了一次会议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一群的病人回到家里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都是非常安全所以不管家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其他邻居都不应该帮他标签化，他不再有传染给其他人的疑虑我们的所有个案出院的时候都会提醒他，如果有任何症状的时候，任何不舒服就赶快回到医院来再做采检了那所以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个个案以外，那我们后续当然也发现有其他另外3个个案也出现到回到家里以后呢，然后又到医院里面再做采检，又是介于这个阴跟阳之间就是有跟我们这次的舰队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前面虽然采了阴可是后来偶尔又会出现阳的状况。那这些基本上它的检测都是介于阴跟阳之间的那个很不容易判读的一些情形不过我们还是用比较高的标准，还是暂时把它认为就是当作有复阳的一个状况去做认定那这个昨天的讨论也是非常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日后怎么样安排比较恰当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我们有更多自己的一些经验跟证据那不过目前从韩国的收集到的资料，他们有100多位所谓的回到社区以后，然后所谓的复阳，那他们都没有再传染给任何其他的人的情形了所以在我们自己这边他们回到家里以后，其实也是基本上都是被要求自主健康管理一段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接触的人也是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家庭成员，也没有看到有任何有传染到其他人的一个状况。所以综合来讲说，没错，我们这个病毒的很特别的特性那很容易这样子阴阴阳阳的状况，在这个是有事无的这个阶段里面会有一段时间。那不过这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其实对周遭的人并没有任何的威胁那我们在台湾一直都是用比较高规格的方式去做处理。那以上跟大家做个报告。部长您好，中天新闻想要提问，就是罢韩投票所目前还有缺少，但防疫期间全台的大专院校他们几乎不外借场地，有防疫考量，但目前是仅限学校借2间教室，想请问这样防疫所的配置怎么看？然后另外第2个问题是说，就是部长您在4月15号有去正南宫参拜，然后是说要找机会谢谢妈祖的慈悲，然后行前有特地的知会台中当地的立委跟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先生，然后被民进党认为是说这样的举动其实非常有政治的判断力跟高度的智慧，您本人怎么看？谢谢。没有，那个政治问题就没有，就只是到当地人讲迄个妈祖婆爱拜土地公嘛爱拜民意代表也要重视第2个就是有关于就是所有的投票，我们当然是检疫很重要，不过现在的疫情倒也没有说需要特别做怎么样的一个防护，但基本的个人健康的一个维护。那投票所我认为就是说能够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注意人流的管制，那个人健康距离的一个维持，我想这样就可以了。不好意思，苹果日报提问，因为昨天有一个最新增的一个确诊个案，他是有被发现说他完全没有抗体，然后之前做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在磐石舰上也都没有发现他有抗体反应。那不知道说张教授以国内过去的一些个案来说的话，有没有发现有类似的一个现象？那体内完全没有抗体的话，是代表怎么样的一些意义？然后还有就是说，能不能公布就是有关于磐石舰之前的那个血清抗体的检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发现呢？好，我们现在400多例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各个医院里面，那他们
都有检测抗体了哈。那所以是不是说通通都有出现抗体，我没办法跟大家做精准的说明哦。那不过根据我们的希望，然后就是病人在开始被确诊的时候会收集一套血液，那在最后离开医院之前，也希望可以收集一套血液到疾病管制署这边来哈。那现在当然疾病管制署可能还是忙于这个防疫的侦测比较重要哈，所以这些康复者的血清是不是都已经有完整的收集，以及是不是都有验抗体，这我不太确定。另外一方面，当然指挥官也责成了有一个研发组，在国卫院的杨院长带领之下，他们也建了一个平台哈。那希望各医院的病人也是可以有一些血液的检体可以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去，对后续的研究分析当然也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些帮忙哦。好，那这些大概目前都还没有完整的资料，那我只能说就几个单位，那他们有系列在做这些病人的血清抗体的状况，确诊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有抗体出现的了哈。那所以这是目前手上有的一些讯息跟资料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分享。那至于说磐石舰上的有一些个案哈，那确诊个案，那在我们初步的分析里面是没有看到抗体。那有一些人当然说是因为他还算是比较近期感染啊，所以抗体可能还没有出现，那所以这是也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哈。那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说，有一些个案我们还是希望有第二次的验血抽血以后再看这个所谓的抗体的变化，那做所谓的，因为这已经不完全是叫水星流行病学的调查了哈，因为大家好像似乎是要去认定它到底是有感染没感染哈，所以在所谓是认定做诊断认定有感染没感染，我们最好是有2次的血清哈。那昨天也说明这2次的血清在急性期跟所谓比较后面的我们平常医学上叫做恢复期啊哈，可是我们大概也不见得一定等到恢复期，我们就等到2个礼拜以后再验一次血，那用2次抽血的结果来做比较，那才更清楚的到底看出哪一些是真的有感染没感染。那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们确实到目前为止可以认有几例是应该是我们也觉得其实还没有第2次抽血之前，大概也可以觉得他应该是曾经有感染过了，那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好意思，联合报这边想要提问，就是因应疫情啊，其实台北市关闭了许多的这个社区关怀据点，那有蛮多衰弱或者是失智的长者，因为缺乏社交活动，那跟家庭照顾者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甚至有许多的家庭其实有要求长者或者是外籍看护说都不要外出，那这也导致了长者的心情其实郁闷，然后可能情绪失控。最近殴打看护案件其实有频传的一个状况。那据了解是卫福部其实并没有要求社区据点关闭，长照师这边是说其实可以随时恢复。那我们想要不知道能不能请就是指挥官对台湾辛苦的长照家庭讲几句话，就向他们喊话说，其实以目前的疫情是不需要逐步住户在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戴口罩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就适时的外出走走，然后舒缓压力呢。以上，谢谢。是的哈，就好像我们原来的师长也跟大家报告过，其实我们也从来都没有禁止但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距离维持好，把口罩戴好，那随时的个人的清洁卫生把它做好。那老人家如果一直都关在家里面，身体纵使没有受到伤害，那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一定会加重，那反而对于整体的身体就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在很多的刚才讲有一些长照机构的一些开放，我们最主要也是因为长期的没有跟亲人的这样一个见面，也是长期都需要住在住宿机构里面的，其实那伤害也是很大的。中式提问，想问2题，第一是有关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它有一个健康评量
评估中心，它有一个数据模型哦，就是预测说，那新冠肺炎未来会有可能死亡的人数。那它在4号的上午，它的预测人数是7万多人，但是因为接下来会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所以他们的这个评估数据的预估的死亡人数突然变成了大概有13.5万人。那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数据模型？那它的推测有没有其道理？然后再来想问更细一点，就是有关印度包机的5位有出现症状的9位有出现症状，想要再细问一下他们的状况如何？最新的状况，然后他们的症状严不严重？以上，谢谢。有关刚刚讲那个华盛顿的这边中心，他们所预测的这个模式，是指针对美国他们在做死亡人口的一个估计啦。那在目前，因为很多州他们就是开始要放松所谓的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个限制啊。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他们就把这个放松这个社交距离的这些措施也把它放进去。那发现说，如果各个州都有做这样的措施，那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疾病的一个传播，甚至造成这个死亡人数的上升啊。那这个大概就是基于他们目前整个疫情的一些参数做了一些调整啊。那它的目的其实预测不一定会准，但是告诉民众还有这个决策者就是说，如果你往这个方向，那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大概是让这个做决策可以比较清楚啦。那至于未来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那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州政府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会去修正它的政策，那有可能在6月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啦。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那至于那个印度包机的事情，早上有9位有症状，那后来都在机场采检了，那采检结果都是阴性啊。以上报告。指挥官好，这边是中时提问，想要问一下说，因为世界各国将在6月底前解封，那是想要问一下说，指挥中心现在对于我们国内的那个边境解封有开始进行讨论吗？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要解封的话，规模又是会如何？谢谢。世界各国都在解封，不过解封完还是比台湾严格非常的多。但其实现在台湾大概就如果来相比较的话，那封锁程度都跟世界各国要低非常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除了一些我上次也讲过，说一些重要的经贸活动，这些跟我们台湾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链有关的，我们会想办法要让它能够稍微宽松一点。那至于其他的，我们到目前倒还没有考虑。你好 ，TVBS 提问，想请教台湾防疫这段期间一直都受到各国的称赞嘛？那包括像是昨天有日本节目有播出一个片段，就是有称赞台湾的防疫。那另外呢，他也有提到说部长是防疫的铁人大臣。那想请问，就部长对于这个称赞怎么看？那第二个就是讲说，潘时健他昨天有新增一位是弱阳性嘛？那我们想要问说，就是因为他是最后一刻的时候才被检验出来是弱阳，那我们想问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其他的放回去的这些官兵里面也有可能有弱阳的情况。那如果他们弱阳的话，我们知道说他病毒量比较少，比较不容易传染给别人。但如果这么不幸他就传染给别人的话，那有没有可能那些高风险的人比较容易得病？谢谢。
有关这个昨天有新增的一位，这个他其实在前一天检验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弱阳性哈，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当时在决定要不要前天说把它放进去，就有一点在思考，但是就决定说明天再验一次。那后来明天再验了一次之后，就发现说它是有比较偏，就是过了我们那个标准啊，所以就把它纳入阳性啊。那有关这个个案，因为它的这个检验的结果看起来是病毒量都比较低了哈，所以有这种所谓的时阴时阳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其他放回去的其实都是连续2采阴性的，当然就说其实也都没有像类似刚刚讲的这位个案有这样的情形啦。那所以我们是会比较当然会比较放松，就会比较放心。但是我们也是提醒这所有其他回去的这些官兵呢，回去都还是要自主健康管理，那还是都要戴口罩啊，不论就是在家里的时候随时都要戴口罩。就如果他有家人的话，那这个当然就是会避免他传染给其他的一个家人啊。以上。对，那有一些国外的报道还是会报道到个人哈，那我们就谢谢。那不过我倒是说，以台湾的防疫台湾模式哈，让世界各国都在报道，那我们是觉得很骄傲。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哈，谢谢大家。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较早以前喺表示讲，近边呢有一个好消息，国内近边并无新增加确诊案例，故从现时国内嘅累计病例数还系维持到438例。韩国近边呢系世界世数日，故从呢近边呢一般讲嘅防疫讲嘅防疫五月天，近边就到现场呢来示范讲系样嘅来世数，将做得好好嘅来防疫。韩国近边国家同关心嘅就是5月初8，也嘅拜5嘅时节，总之有可能接下来会研究讲，我来开放也嘅係唔係愛本觀眾入場，詳細來看啊。也嘅總之呢，佢近邊就表示講，接下來還會繼續來開會，希望講開放本民眾，韓國呢球迷組的落去到現場來看，人數嘅部分。總之嘅表示係希望愛有起碼有230人，韓國呢青島希望做嚟開放到230人。對呀，指揮官也嘅副指揮官陳宗彥佢表示講，今年嘅人數韓國呢出入口按樣嘅管制，也就通線呢可以好好來維持。韓國呢可以繼續來討論。韓國係講球場地度，大家做得好好來保持社交距離，向下來看球賽。唔過呢，現場咪愛留意比下久的位，就係愛離下遠的位，同時咪愛維護嘅人嘅衛生，也都係接下來愛動從事嘅素材。故做基本嘅也嘅總之限的同各球團向下來開始新會議。指揮中心表示講，接下來愛多嘅，天天呢針對家下公道嘅一按度嘅面向繼續來討論。故做佢表示愛一步一步，天天呢來開放，唔好講一下就海態，開放本大家落來。唔顧實造成防疫嘅問題，也係總值嘅部分。近邊呢，看睇嚟指揮中心也嘅記者會詳細嘅內容過後，希望大家我來關心一下國際疫情嘅方面。對數據呢，來看到全世界現時也嘅確診病例數超過為358萬呢，現時死亡人數有超過25萬。韓國人近邊我來同鏡頭曬到南美洲。因為呢，南美洲現時嘅確診病例數，現時青島嘅係到巴西鴉片，巴西強就係世界上確診人數來到前10名。先前呢，也嘅全世界嘅分布來講呢，青島嘅係到歐洲、韓國、美洲，現時全世界確診病例數青島嘅當然還係美國，接下來就係意大利、西班牙。不過也係有當人講，南美洲係唔係疫情接下來就會變做也嘅正陽嘅。故說巴西現時嘅確診病例數係也嘅有按到48620例，韓國也嘅死亡就有7367例按到。
有关亚嘅呢，巴西嘅疫情的部分，巴西总统先前针对现时嘅疫情按厉害，系唔系我嚟负责呢？佢讲嘅话实在拿出嚟当到正义，而先嚟看呢，佢讲嘅乜嘅。E daí? Lamento, quer que faça o quê? Eu sou Messias, mas não faço milagre. 以前地方有大量嘅確診頻繁，巴西疫情見落去嚴重，累計確診來到84000萬計，6006個人死亡。條禮拜超過中國官方公布嘅4637個人。巴西總統波索納羅本人問到呢件事情嘅細節，同7日嘅回應引起討論。好，我哋看到話巴西總統佢按照波索納羅先前講，也嘅武漢肺炎嘅疫情佢知道，即係流感天天，因為用嘅情形啊，佢知道講嘅用嘅。古人家下就看到佢針對亞件事情態度係唔係當係態呢？故所引起各界嘅議論。韓國佢先前就去參加嘅亞嘅xử理抗議，韓國佢亞嘅審理中央嘅做法要同地方好，地方政府經常愛防疫，唔過審理總統佢要同大家嘅做法冇共用。韓國佢要同亞嘅堅持愛嚟做防疫嘅衛生部長留意問題。故所唔但將講嘅話，韓國呢作為內容都拿出嚟當到正義。其實一下轉到人嘅新聞咯，等一下會帶鄉親朋友來看到，其實現時巴西嘅疫情按厲害，唔過來看下地方控嘅醫療能量，各界表示講其實唔大呢。多年輕人呢，他們現在呢每天要做700個便當。做下度嘅工作人員無限指責，見到轉批嘅係定價下為送去用市民眾受控嘅判包。有劑量的總部嘅人含有語言的嗰度體現為富士語言的掉。新型冠狀病毒衝擊全球，經濟發展停擺，巴西一度仲地解釋嘅民眾唔知人呢冇投入做，生活唔掂用嘅實際好。巴西靠少從經費，是發起送判包本用市民眾嘅服務，最近每6小時目視發放300箱嘅食物籃同醫療嘅豐富物資，希望為當地帶來實際嘅成效。所謂食物籃一家一戶，係本地嘅基本而用到嘅油鹽糖米醋料等嘅東西。下禮拜也要買1多年嘅最辣嘅韓國木匠。韓國防護嘅眼罩，韓國防護衣。接受客家電視台採訪嘅中原市會長梁公者，未是確診新冠病毒，而家已經恢復咧。但是10多幾年親戚朋友當中，實有2個客家鄉親，因此切到病毒親鼻高興。呢個疫情啊，是採講，所以你不知道尿蟎傳過來，重要的切個尿蟎去防護。冇病傳染到。病毒顯現風勢來，你從以前本人看到人性同正面嘅一面，但是未提倡大家面對200個新型冠狀病毒，係睇話隨時較強心調，做好自家嘅防疫基本功。客家新聞綜合報道。對新嘅意思，南美洲嘅巴西確診人數就係近來增加，韓國增加到速度真係急。家下人啲新聞條度看到嘅也係狀元市呢，佢其實未係客家鄉親。韓國呢，人在見不嘢海外鄉親講疫情嘅部分，但鄉親朋友來關心到嘅係巴西黑土福斯市嘅劉秀珠鄉親朋友，佢同時咩係僑務議員，佢就講啊，也嘅地方向巴西佢就實在有感受到中央韓國地方政府做法冇共用，甚至到也嘅民眾呢，真實唔啲防疫按用嘅實。帶鄉親朋友來談看下，一個劉秀珠50歲天一數觀察。台灣的鄉親大家好，我係劉秀珠。你下喺巴西，我帶到巴西南部一個城市，佛西多伊瓜蘇，安到福斯市。你下擺個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全世界都按嚴重，但是聽到人講，還是掌握最嚴重嘅國家。是喺巴西，巴西嘅中央同地方嘅政府意見唔合，總統以經濟為主，佢希望全部嘅人民照常生活，工商業照常營業，所以總統嘅支持者是聽到總統嘅腳步去做，但是總統佢冇想到，呢武漢肺炎人傳人按嚴重。上任嘅衛生部長是老總統嘅意見，佢認為總統按用做唔得，
本总统问题。卫生部长和大部分的地方政府非常认真来对待这摆个新冠状病毒。我哋位市长说3月17到4月17，佢公布所有的百货公司、学校、教堂，韩国所有做生意的全部做唔得开。四川的超级市场、油站、药房，韩国外卖餐厅做得营业。佢希望所有的人民冇事情冇出去，尽量留到屋企。那啲超级市场的东西，家私，然后平常穷人，冇客。安尼啲位台湾的乡亲，然后安尼台湾的侨胞，大家亲好。目前为止，冇人感染，希望台湾的乡亲的关心。希望刘秀珠牧师带来嘅技术观察，鼓噪客家新新闻、韩国客家新闻贴票来推出来嘅客家海外乡亲看疫情嘅单元呢，当然会有无穷用天气来嘅乡亲朋友带来嘅家到现场嘅观察，未有向乡亲朋友做得来提供牙看法。来关心国外韩国ใน台湾国内嘅疫情情形嘅发展，今日下晝2點嘅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鴉片，作為所有嘅鄉親朋友平安康健，天公爺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星，我係陳彥祖，我係紀禮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